依家嘅開發商真係卷啊！一手樓平過二手樓，珠海航空新城核心區域一手新房，學校、華發商都就喺樓下，附近呢仲有我哋嘅濕地河公園，平時可以喺度野餐露營。依家同大家介紹一套航空新城性價比最高最平嘅三房，76平方三房兩廳嘅設計，左手邊呢就做一排收納櫃，右手邊呢就做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空間利用率呢係做到極致嘅，可以講聚集咗所有小戶型該有嘅優點。正南向嘅戶型設計，景觀呢係非常之開型嘅，仲可以睇到少少海景。呢套單位呢之前總價呢係需要230萬嘅，依家只需要128萬左右就可以上車啦。三個房間嘅採光呢非常之好，房間呢都係做咗榻榻米同埋收納嘅空間，完全夠用。屋苑呢已經起好晒噶啦，入伙嘅一個狀態，現樓精裝交付。呢啲咁嘅小戶型呢，非常之適合2到4人嘅居所，買嚟度假退休係非常之合適嘅。對於呢個戶型有興趣嘅朋友，下方留言私信我。